大家好啊，好耐冇出片啊，咁啊最近又忙啦，同埋加上我又唔得閒啦，係啦，因為太耐冇搜過啦，係。咁點解上次搜咗少少過呢？係因為呢，就如果係拍得好正常嘅，咁但係呢，就即係如果係嗰日拍咗少少咁，但係要重新拍過，可能屋企嘅啲關係啦，同埋加上入邊有嘈啊，咁所以就收唔係咁清楚啦。咁搞到又要再拍多一次喎，咁因為太耐冇見大家啦。咁啊，今日係2026年5月28號星期四啦，咁太耐冇出片啦。咁嚟緊呢應該會好忙㗎，咁所以今日就首住播先。可能遲啲可能會直播，咁如果你哋鍾意嘅話呢，記得可以分享同埋可以訂閱我啦。嚟緊呢可能呢會比較忙啲嘅，咁所以呢就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，係啊。咁我今日就出咗片先，咁今晚呢你就會知道㗎啦，係啊。咁嚟緊呢可能應該呢冇乜時間。咁今日就俾少少講時間啦，但係呢，最近呢就冇乜買新相，因為最近呢而家啲相真係太貴啦，係啊，咁所以佢嚟緊會加價，咁所以呢應該呢好似上年咁樣就可以啦。原本呢係上次一個 YouTube 呢就 Part 1呢就可以嘅。咁而家呢又變咗 Part 2嘅，咁而家可以用我 YouTube 可以用到，咁所以你又記得訂閱我啦，記得可以分享留言啦，可以 share 出去啊，跟住可以俾人哋可以訂閱我，最緊要訂閱我。如果係有1萬個訂閱我嘅話呢，咁可能有直播嘅，咁所以呢，就嗱嗱聲呢，就俾即係介紹朋友可以介紹啲識啊，或者可以。總之介紹啲朋友可以識嘅話咧，咁就可以訂閱我，就因為有1000咧，如果個訂閱有100萬嘅話咧，即係訂100萬嘅話，咁就可以嚟緊會直播嘅。咁就嗱嗱聲咧，早知我而家咧就點樣講好咧？因為咧記得訂閱我，如果係有100萬個訂閱嘅話咧。咁就可以有個直播嘅，可能我遲啲開直播，咁所以呢，就俾人哋，總之你喺邊度都好啦，無論我去直播啊、首播啊，都要俾人 like 訂閱同埋分享，可以 share 出去，可以俾全香港都知道晒，可以訂。如果有粉絲嘅話呢，就快啲訂閱我啦，係啦。咁講最後一次啊，咁就如果你哋呢可以呢，無論我喺邊度直播啊、首播啊、出片啊，你哋可以歡迎我個 YouTube，我轉頭呢會有少少呢就會擺上去，咁就一訂閱我啦。好，唔好其他嘢住，即刻開始。咁就係啦，因為最近太忙啦，咁就唔記得咗去買。咁原本係呢個月去買嘅，咁但係呢，最近真係好忙啊，係啊，加上呢天氣太熱呢，咁所以冇乜時間去買啊，咁就分享下啦。今日就拍住Anson 添，因為佢嚟緊呢喺7月去澳門啊開2場啊，係啊，咁就可以快啲去睇下Anson 嗰個演唱會啦，係啊，咁所以就分享下啦。咁就呢幅又幾好啦，呢個同埋加上呢，佢有嗰啲呢，即係咁啊，加上呢，佢有呢個啦。咁
佢總共有好多張嘅，係，咁就係啦，咁拍咗第一張先，咁個第一張啦，入得幾好嘅，咁就佢冇嘢㗎。如果喺後面咧寫少少嘢嘅，咁但係如果佢寫少少嘢嘅話咧，我上次咧，如果係寫少少嘢嘅話咧，咁就係會得色啦，同埋係嗰啲用係黑筆係唔得㗎，係一致做嗰啲原子筆嗰啲。不過寫完之後咧，上次就唔知咧整幾錯咗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其實今次冇整。上次咧就係冇嘅，今次先有嘅啫。都幾好嘅，咁所以我都係唔寫啦，因為寫完之後會甩色㗎，咁我即係又要買嚟買去唔係咁好啦，咁所以我今日就拍住 A 新都先，咁遲啲咧可能聽日或者後日咧會出，聽日就會出Eden 啦，後日可能會拍你都你今日啦，因為我上次有個同學送面我嘅，咁所以嚟緊應該31號到啦，係啦，咁睇下點先啦，可能聽日會通知大家嘅，咁所以係咁啦，咁就一張完咯喎，仲有好多啊！我屋企咧成個 Anthony 玩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好彩咧，今次咧有人送俾我㗎，但係呢啲咧就唔係送俾我㗎，呢啲就要錢啦，係啊，咁所以就係啊，我上次寫完之後啊甩色啊，咁所以咧我唔會再寫㗎啦，都幾好啊！咁佢嚟緊去澳門啦，開演唱會啦，咁就可以支持佢啦。就係7月啦，嚟緊咧佢生日啊，7月7號，咁所以咧如果有時間嘅話咧，就得去睇下 Anthony 啦。佢嚟緊生日啊，希望可以支持佢啦，粉絲係啦。第二張啊，呢張都幾好嘅。不過咧，因為我上次咧，如果係入將嗰個圖嘅，咁但係咧，我發覺咧入唔到咁多，可以入唔得嘅。如果入晒嘅話咧，佢就會整爛嘅。咁拆散咧就唔係咁好咯。咁所以就係啦，暫時唔好整住嘅。可能遲啲咧，我可能會遲啲我會買翻一個嘅，放心啦，可以俾大家係 share 出去啦。好，第3張啦，咁呢張幾好嘅，佢上年咧就2024咧就拍咗電影戲啦，叫做《十月怪盜》啦，咁就過咗好耐啦，之前都有睇嘅，咁但係咧都做得幾好嘅。即係唔係佢第一個做咯，佢有好多人做咯，咁所以咧佢做係啊，因為之前咧就去買嘅，可能係抽嘅啫，咁所以咧可能會有咯，有一張，不過唔緊要嘅，可以有少少嘅。呢張都幾好嘅，咁又係啦，都幾好嘅。呢張都幾好，咁所以。如果我送俾人嘅話咧，即係送俾 Anthony 都好嘅。咁因為最近佢忙啦，咁所以就最近都好忙啊。
日咧唔係幾舒服啊，咁所以就有少少攰哋，因為今日有少少輕微有少少唔舒服啦，係，咁所以就今日咧好少少時間，可能呢幾日可能會天氣啦，加上又熱啦，所以大家飲多啲水啊，會小心啲啊，因為可能會中暑啊，咁所以盡量飲多啲涼茶或者飲多啲水，出街最好帶兩支水，可以飲杯涼茶，但係都要飲小心啲，最好帶把遮，因為可能呢幾日會落雨，咁因為佢卡住咗啊。佢又攞獎啦！佢今年咧就攞咗3個獎啦，一個係理工你今日啦 Lemmy 啦，希希 OK 啦，跟住新龜啦，跟住就本人啦，跟住就佢 Viva 啦，跟住就浪漫殺死嗰個係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下，你聽嗰首歌同埋佢可以攞獎。真係好犀利啊！我嗰次粉絲咧都算好中意咯，佢係咯，咁所以就好犀利咯。呢個都幾好。都覺得幾好。
不如咁啦，我開兩張俾你睇下。呢幅同呢幅都幾好。有兩張嘅，因為咧上次喺嗰個淘寶去買啦，咁就佢嗰啲相咧係一模一樣咯，咁所以咧佢有兩張係一樣嘅，而家佢依個都係嘅，係依個同佢一模係一樣嘅，呢啲點解啊？因為咧佢顯嘅一模一樣咧。都係嗰句啦，都係我喺淘寶買嘅，咁就買咗好耐㗎啦，咁就1個月前去買嘅，咁就買完之後咧就咁啱咧就係一模一樣咯，
一模一樣嘅，係啦。咁就可能我遲啲咧應該唔會揾我一模一樣嘅啦，我遲啲可能咧會因為而家天氣太熱啦，咁所以要飲多啲水啊，係咯。咁所以我遲啲會買翻人工，不過唔係，因為我嗰日咧去咗條短身咧，電腦畫刀咧，好似係總之佢有好多啦，咁所以遲啲我會買，都係咁一隻，所以我遲啲會買。咁就真係啦，一模一樣嘅。呢個就唔係一模一樣，呢個都係。咁就好啲啊，因為我仲要拍多少少，因為咧。咁就應該就有短啲，呢個啦，係啦。等我一陣啊，我執執先。嗰日 part one 咧就拍咗係 Anson Lo 啦，咁聽日可能後日咧會拍 Eden 啦，跟住星期六咧可能會拍古都李金仁咯，咁俾大家咁睇下，咁咧就嗱，俾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都切住咗嘅。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6、57、58、好，雖然呢，佢就好多啦，咁就佢同即係我買之前呢，應該就考慮下嘅，佢可能應該到時就買唔買啦，係咯，有時間就去買啦，如果真係有時間就去買啦，因為我買咗好耐。咁好啦，如果真係啱啱拍過嗰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可能聽日後又會出片嘅，咁就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俾個 like 啦、訂閱啦，同埋教啲人分享啦，跟住記飲多啲水啦，天氣太熱飲多啲水啦，唔好中暑，小心啲出街，記得攞把遮，係啦，出街飲2支水，帶2支水去，可以飲涼茶。可以去下商場啊咁樣啦，咁就係啦，清住咁多先，咁就下條片見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咯喎。